为了人。哎呀，啥子呢？他妈你才是过来生气。我还帮你讲，这两个人侪要事业面子个人，穷风出人。我讲闲话对了，对，对门听话个。埃里向还有东升的，还再改2块吃吃，一年四季都不脱紧张。那么我帮你讲，如果哎，你别想，我这也想。你屋里向侪看不见埃个么子个影子。那个人，你听见？东升，出来过来个人，俺估计，搞一声呢，我市中心我也不同意，不需要我市中心的，到你同里头我市中心可以的，那么你帮我讲讲你啥级别？同里头三没关系。有关系的，你讲的我市中心是有关系的啊。啥人付那种的呀？啥人啥不要付。到屋里呀，也是穷的人，也是讲种闲话。我还帮你讲，也是富个人，伊讲用等于的，三人是那样的，应该那一类。到我市中心了，啥么子？这关系呢？姐妹，我来跟你讲两声。飞哥，现在里向不知道了，别帮我。我先帮你讲哪一类啊？我跟你讲是啥么子？那边往讲单位要负责个。这个叫啥个？海多上年，我只是想海里。哎呀，你讲个市中心嘛，为了上年了，到屋里肯定不灵动。你认起一个我要，一个我搞也是我的人。没用的，一个也不允许。你别帮我讲啊。现在是7点13分，今朝是我结婚日来，继年报道，吃海年夜饭，从你阿婆屋里走到自家屋里。我找四妹去拍个特约照视频，随3年之前的今朝，6时头里向从浦江走到欧洲城，回复到5个钟头，我随意55山城。本来我为了想四妹去搿点一路，还还走菊花辰光，四妹去搿碗饭，还还吃菊花炖素，该拍的内容侪拍过。虽说千里之外的叔叔屋里向已经去过2道菜，想想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。啥人晓得明年8月份孙子实现出来着？埃个时间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当你儿子讲，从养出来就开始拍，满个8日天头好像1记山，13年才30岁，一直拍到我埃条路最不动为止。一干困醒，年初一单子，扒开眼睛，头一桩事体侪是寄快递，看看兔子你个开门生意几点少。按我姜啊，带着大包，汤头点分开了，再过2日天再发。今天除了我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寄快递啊？很少看。再见啊！哎，我再问一下，春节期间要不要另外收费的？有个10块钱的服务费。哦，那么我寄这个就是不是22块钱？对。寄海快递吃早饭，年初一除脱不带亲眷朋友屋里去银行。早饭、中饭还是有讲究的，不晓得个人，起码不是5代以内的苏州人。早饭开吃，当年间三游子，干干净净，甜甜蜜蜜，团团圆圆。这边给我对我讲起来，来明年8月份孙子养出来之前，刚刚的12年方针，还停留了一只案里向。吃好早饭，扒中饭，包上下来个边皮。大年初一，中饭开吃，主角下去，还不老泡个焖肉，烧个讲究，焖生大发财。虽然不见得人人发财嘛，在那个山洞里总归还要用脱点的。所以春节过后，我要做个头一桩事体，就是到山地去探亲，从来分办过，传到哪里是哪里。山地工人李元签证，支付495抽脱。再不去孙子也养出来着。中饭吃好，为啥半角菜下面冷饭菜下去？我带来年初2个早饭与沙拉子，门站站上吃么啥地方门站站上山呢？嘿嘿，面派饭一夹腰，侪是一样鲜到骨子里向的美味，不相信不可以试试。